世界万行台，拢是咱台湾新干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庭仁。即马我在金山，即马现主时啊，这个温度恐惊已经到10度、10几度。阮后面的这团队的人哦，雨伞拢夹袂牢。啥怎要来食呢？我甲你讲，金山有影好所在，好佚佗，你敢要信？东北季风头一排。是要来算了叫鬼掠去吗？我甲你讲，甲鬼佚佗嘛是真好算哦。我毋是讲伊遮有鬼啦，但是呢，遮有鬼的少年人，也有较长辈的人，要来斗阵，互金山漫游，更较趣味。到底是安怎一个故事呢？斗阵来去新干界。好，你看到这两个人，两粒山，到底什么意思？今日咱要来找大家华。哎，家华哟，今日13度呢吼。哦，我的手真烧润呢。我在地人敢唔敢寒？哎，在地人敢唔敢寒哦？嘿，但是吼，爱先互大家有一个了解。是。咱这看起来敢若一个品牌。嘿，这个 logo 吼。对。你甲咱小小解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哦，这个你若捌来过北海岸无？要入去金山的时阵，你看海中两粒大石头，有无？你主要想看卖，就是代表这个叫做啥？你敢知？这叫做浙台啊石。啊，浙台啊石。哎，对。哦，啊，顶头竹台语。哦，两个灰点的感觉安尼。对，啊，有人讲伊是红阿母石安尼。红阿母石。对。这就变做咱的 logo。诶，咱金山的 logo 啊。其实吼，今日来遮吼，要互观众朋友有一个概念，就是讲，其实恁敢有出产品？产品哦，吼，你敢有咧做比如说做土豆，还是讲还是做倒一道的，敢是？阮做的较无共款。阮做的较无共款。你甲咱讲者。金山啊，因为阮伫发展这个品牌叫做金山漫游，我来金山佚佗。啊，但是伊有发展出足侪无共款的物件，像佚佗的物件啦，啊像便当啦，像礼盒啦。但是不管发展什么物件，拢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物件拢是甲金山在地业者合作出来，所以伊会变做讲甲无共款的物件，啊，毋是家己做出来迄个物件安尼。啊，所以恁拢甲统介着讲哦，来遮金山漫游。对，无错。啊，但是你嘛是替因咧行销，对啊，是这个概念。最重要。哦，所以观众朋友，你若是咱的老朋友，你就知影，咱若去个家己的大拿，伊嘛有类似的概念。哦。但是呢，咱遮这个啊哦，搁较侪行，你甲咱小解一下。遮有这个金山微便当，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其实啦吼，这个金山味便当啦，就是这个味啊，就代表来为金山来。哦，为金山来啦，哦，用台语想啦，对，啊，为金山，味就是金山的味。哦，搁套一个国语的华语啊，对，安尼这个意思。所以啊，像阮伫行销这个便当的时阵啊，做侪人都问我讲，啊，这便当这是即马是便当客啊尔啦。但是做侪人会问我讲，啊，这便当第一个卖偌济？啊，要伫搭买？其实我拢甲人家讲，金山啊，这个便当无单独伫卖。这个便当会甲啥物？你带你倒位食会着，你敢知？你就是你来金山佚佗的时阵，金山有做侪无共款的活动啊。譬如讲，阮伫春天有布丁仔的活动，有正安节的活动。阮伫秋天会使落田地乌旱季。譬如讲，咱去迄个鱼路古道，去看迄个芒草的时阵，过来像咱骑脚踏车伫六股平原内底行。啊，来去海面上放火啊咧！去海边啊放火啊，去海边啊看顾。即做侪活动，伊拢有一个共重的点，就是无物件通食。但是咱伫做活动的过程当中，食这件代志最重要，对。所以就互大家食便当。炸便当去食，对。啊，这个便当佫有一个，这个便当佫有一个较无共款的哦。譬如讲，咱2、3月啊，咱金山遮特有的记得笋，便当内底就可能记得笋哦。啊，甲5、6月啊，咱遮海边有小羹啊，便当内底就可能有小羹啊。
过来咱8月、9月、10月这几个月，旱时卡袂顺，蚵仔便当内底都可能有。所以我来讲，这个便当啊，一掀起来哦，哎，这个胖话你来做一个特效，即马这个掀起来面拢物件拢走出来啊！哦，这个便当不是普通的便当。对啊，但是你看吼，这个便当较特别啦，因为阮古进前啦，阮这个便当已经卖2-3年去啊。伫进前有无？咱会使看这边，这足无环保的。当初阮就是想讲，要互足侪人去了解讲咱金山有无，有足侪无共款的所在，所以你去设计甲遮水。但是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食煞粪扫一堆啦。嘿，啊，阮就感觉足无环保，所以阮尾来就甲所有的内容变 QR code， 变 QR code 了后，伊扫一个了后，伊就使入去阮家己的系统，伊就使了解咱金山足侪的物件。哦。嘿，啊，过来重点，这便当啊，大概拢爱收转来洗好，才搁烘好打，互后一个人来使用。哦，所以这无咧卖哦。无咧卖，这要收倒转来，对哦。所以安尼就做环保的。我头咧想讲，这一粒外钟要摕转来做起来，无咧卖哦。哦，恁遮高级哦。哦。我即摆都爱环保。在地才有通好食着。哦，这金山的便当，这料真足呢吼。对啊。所以恁后出这刊物啦，这就是刊物啦。对，这我。恁遮几个人啊？恁遮几个人？阮哦，其实阮的正式的员工啊，才3个，但是阮有足侪斗相共的好朋友，每一个人无共款的专长，伊拢会来斗相共安尼。你像这本册吼，就是阮咧甲金山万里吼，石门这边无共款的主题有无？去甲盘点出来吼。啊，阮这本册啊，阮是请咱在地的迄款有线电视迄款记者有无？伊长期直接采访，也是帮阮写作甲内行的啦，嘿，拢甲写出来。啊，像阮个有迄个学生啊，来金山对老师来有无？对老师来遮实习了，伊感觉伊住在这个所在，所以去金山发展驻地媒体。所以阮就互拜托伊，甲遮的内容采访出来的内容，甲变做一本册。啊，错。嘿，啊，这本册呢，就变做讲，这本册印好了后要放咧搭，阮就去拜托因金山做特别的哦。金山你看哦，你为家人超过30万人口的城市，咱另外一边是淡水，超过20万人口的城市。为家人甲淡水哦，有70公里的海岸线，但是你我都想象吼，就是你金山万里这个所在，加起来差不多4万人了，有22间温泉饭店，上大的住宿能量哦，伫金山万里这个所在。过来，阮有2个国际级的景区，就是像咱的迄个野柳，啊，搁咱的朱明，这种是国际级的景区。看拢是风头水尾，但是其实是真丰富。对，敢若迄粒便当同款。对，掀起来内面全物件呢。所以对，重点是啥样呢？重点是足侪人讲啊，这本册倒位会使买，啊，无得买。你拢无得买啦。这本册就是啥？你敢知？这本册就放在咱温泉饭店的房间底，所以你听房间底的时候，你会使显哦，我金山有遮侪遮好耍的内容，所以就希望伊来到遮会使熟悉金山啊。透过咱遮的饭店的业者，带动咱地方无共款的产业。所以，互因了解金山是阮一直伫做的代志啊，这就是上重要。嘿，资讯啊丰富，对哦，啊，佮替因佮想，啊，这嘛是咱其中的partner之一。嘿，这个就上特别啦，这是阮家己发展的经验啦。你本身家己的企业啦，我常常爱问人客讲，咱金山的番薯有无？是毋是做名啊？你全台湾计销用算不哩悬啊，一斤只要50块。我最爱问人客讲。啊，要做啥物代志，会使互一斤变100字。人客有当时啊，拢回答袂出，我讲你甲烘好设计就变100字啊。啊，我最爱问伊一个问题：平一斤的番薯，你做啥物代志，会使互伊变1800块？叫伊家己烘就好。这就是咱讲的体验体验的部分。因为安怎讲，你敢知？因为比如讲。阮就甲地方内底有无，伊遮个农业也是传统的产业有无结合起来，伊要发展咱的体验经济的业者，啊，咱就甲集合起来，变一个叫做职人体验，咱那个职人匠人有无，互咱的技术会使传出去，啊，互有兴趣的人会使来体验，像这有无，就会使来学番薯、种番薯，
过来像这个有无？即摆人有啥有够歹命，好好啊，甲你行好坏，啊过来安吼，即摆吼这上流行叫做沉浸啦吼。啊对。immersion 吼，沉浸式的体验啦，嘿对。就是恁即种。哦对，无错。啊像这做红菇粿啦。做红菇粿啦。啊过来要看蝙蝠的嘛有啦。哦，看面薄的啦。过来你做很难做歹想象哦，全台湾上大的杜鹃花杜鹃的产地伫金山哦。所以是会使看。而且各个品种就足济。对。像这个就是咱那个纸黏土的老师啦。过来咱旧街有一间做芋圆的，不哩有名啊。过来这个就是咱饲毒囡仔的，饲毒囡仔。过来这个就是啥种香草的啦。过来这个就是咱头拄仔咱那个主持人讲的，凤花啊啦、香菇啦，拢是这。鱼露嘛是。对。过来还有电动脚踏车。电动脚踏车。来洗咱的迄个田头水尾安尼去。所以会行会食会听，拢大拢甲想得到。对。咱来看吼，除了这产品，你嘛有替因做这礼盒包装。这个就较特别啦，这个就是吼。因为这个物件就是有一寡咱较大的品牌，较小的品牌，咱就甲包做一个礼盒。因为过年过节的时阵，有当时有送礼。可以挂咧做款式。对，所以阮就是甲包起来，大带细安尼规个包装变一个礼盒，代表性甲撒出去安尼。过年过节卖了不哩好的产品啊。嘛有咧创这咧创这。刷来你有准备这个网站互咱看，因为你这看起来就是组织各个咱。金山所有的行业，拢伫遮嘛，对，无错。你来网站甲咱说小解者，到底是啥物情形？咱刚刚看这幅图你内面就真丰富，对。有走马，有生水的，有露营的，对。有泡咖的，对。有其他的。甚至迄个小贺也来，你真高呢！马卡迪亚对吧？你小贺也来，凤花啊，这幅图呢真丰富呢。对啊。所以恁的标题叫做金山漫游。金山漫游内面的 slogan 叫做我希望你来，值得来100届的金山啦。有影。自我50几年前那小学开始1年。我当年阮的演说句，我的观众，金山北海岸就来啦。但是迄阵时就是正平金山啦，无野柳啦倒平就是淡水，安尼结束，对，就无彩。这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代，因为足侪人爱来北海岸有无？伊定定拢是来一工，正平入倒平出一工。无就是更较凶的是啥嘛？半工中昼才出门，尾暗嘛就转去啊。无就对遮切的，其实阳明山爬落去切落对家人不是讲转来。对。其实咱头尾拢伫台二线顶悬行来行去，但是金山最精彩就是拢伫台二线的两边边啊，这才是金山精彩的所在。所以阮做这个网站，就是希望要甲咱金山万里甚至北海湾精彩的所在，互大家伫共一个平台顶悬。伊会使足简单，用咱的手机用咱的电脑，就使讲原来毋是干那这条路顶下的店家，甚至这两边有无共款的产业，会使去熟悉伊。甚至有的店家是藏咧深山哪来，伊嘛会使透过安尼去找着。所以阮就去发展这个平台安尼。所以恁这个平台是除了咨询以外，有通好互人买的吗？当然，这个足重要。你像伊有几个重点是，会使讲是即马足少人伫做的。你像咱看这个魅力金山，魅力金山所在甲点一下，你来看，咱甲金山有无切做食、大、耍、买，还有交通、泡温泉，还有景，这每一个店家有无？这每一个店啊，其实拢甲你分类分好啊。点入来了后啊，其实你就看到，譬如讲遮有无？伊的资料。伊的基本的介绍拢设定好啊，伊的地址、电话、营业时间，伊家己的拢是遮，甚至啥，这个点入来了后，你的定位都弄好啊。这个资料倒位来，这就是阮甲别人做无共款的所在是，只要你金山万里山之上
这4个乡镇内底店家，伊拢会使来申请。你看伊这点一下了，你家己来申请就对啊啦。对，你申请了无？啊，你也免去高正因，啊，因也免来拜托你。啊，对。啊，但是伊这个资料，伊就会使用上紧的方法。啊，但是伊若有物件要卖免啊。啊，哦，伊会使提报阮，啊，阮来甲包做一个产品来帮伊卖出去安尼。所以阮这个店家有无，就变做讲，伊全部用这个平台，拢免收半块银。但是你若有物件要甲阮合作来卖的时阵，阮就为遮去迄个抽这个服务费，嘿，抽这个服务费啊，变大家拢无压力啊。阮透过这个获利有无？吼，会使互这个网站，甚至这工作人员有薪水，包括这个办公室，阮就是透过安尼方式，互这个。你互咱看恁的这个商品的这个价啊，你像遮好啊，因为阮伫卖啊，都无一定是实体的商品哦，阮顶多是佚佗的物件较济。啊，所以也不要紧，咱来看卖。好，你像咱即马当地扫的好啊，当地扫这个叫做职人体验哦。哦，就较早咱讲的吼。对，啊，因为即马当地花季，所以全部你看，你像这个大关的。2月22已经办啊，3月初2这礼拜要出来，这就是阮会带你去干，带你去来一个人收5啊9有无？哦，啊为台北出发。啊，带你来看咱的迄个会场，哦，啊，伊的行程刷看会场刷了，阮带你来迄个故事馆，然后帮你介绍金山的韩式，啊，食一了韩式了，带你去古街啊行的。重点是这个，重点伫遮，阮带你入去甲道馆的生产农场，互农民来甲你介绍。亲身来甲你介绍。嘿，我道馆为育苗、甲种植、甲培养、甲出市场，到底伊的路线是安怎？到尾后就带你来泡一个黄金汤。啊，伊就尾后咱就转去台北啊，像这就是规工的行程。哦，是。对啊，譬如讲吼，这个就刷来5月咧扫啊，因为这个是妈祖生了后才会开始扫，啊，今年妈祖生都5月1号，所以5月1号阮就开始规年度就开始扫啊，这就看顾的体验啊。啊，伊这个有一个足特别的，就是这个你做的是啥？这个就是集散成团，你像你会使报名，这个点入来有无？你会使做清楚，你看即马拢无开放有无？因为海象在网络顶头扣客。对，扣客对。哦，这句话是不是？哦，伫网络顶头扣客，我3人5人啦，大家斗阵。嘿，应该你也看过，你也家己想办法去招50个。哦，一群人也法度。对，但是阮即马就是透过这个系统，伊就使扣客，啊，就会使开始有人报名。报名了，阮扣做一团，伊就成团啊。所以阮就伫透过这个方式，帮助这个业者会使做这个代志，啊，帮助遐想要参加这个业者会使来做这个，会使伊免家己去招。啊，到我们实体的商品的来恁遮收价。就价阮这商，阮即马较未卖实体的商品，这实体的商品阮拢是拍广告，啊，伊会使家己去甲买。哦，是啦，对，因为阮目前是做安尼的方式，都暂时无直接。因为我安尼问就是讲，啊，我都毋是住台北市、新北市，但是我看恁安尼咧销解，哦，最难老了就想要食，啊，伊有可能2种方式，伊就家己去找一间店家嘛，啊，有讲。你来到遮，我做会员，我若去甲 A 也甲买，饼也甲买，丁也甲买，我上好，我夹的，我有当搁一个优惠介绍，但要恁遮买，可能会较好啊。我想讲，我若外地，我就无法度来佚佗，我可能爱到下半冬，我才有当来。对，但是这当然还佫有其他的，我佫有这大进步空间。毋是，我讲还佫有其他的问题，我所毋知的吼。咱小等还佫留啊上后面佫来讨论哦。好啊。你佫有其他的这特色要甲咱讲无？啊，你像过来就是这个行程的部分，这个行程的部分我就真正同款，这个就较特别啦哦。这个阮是今年都要杀出来吼。其实像这阮就甲金山去设计无共款的主题。我感觉就是以这个来讲好啊，这个叫做咱看这个好啊，渔村好啊，点入来好啊。阮去示范一个，阮去设计一个行程。你像这个有无？伊会使8点，伊家己来哦，这个免对团也免啥吼。啊，然后2、3人就会使。对，2个至3个吼。啊，咱来遮来台北出发坐公车，来到遮的时阵吼，阮会互你一张地图，啊，你会使家己去，阮会引导你安怎行。啊，行到鱼路古道了，咱来红港遐，红港遐食迄个渔村料理，
渔村料理食好了，赶快来泡一个脚啊，有鸡仔行行的。这规个包套，我拢帮你包好的时阵，包括餐，包括温泉，拢甲你包好的时阵啊，重点是啥？同款，你只开始开放了，你网站马上买伊，你的手机啊马上收到简讯，收到简讯了，你钱转过了后，你的手机啊马上收到 QR code，你就摕到 QR code，你就使点击去直接去消化了。对，所以透过安尼就使甲点击带出去。是。啊，同款，所有设计拢是想办法要互这个平台伊会使趁转来家己运作的家己自我生存呐，饲家己的饱，这件代志最重要的。啊嘛店家嘛有信心嘛，看恁去活较好啊，啊我嘛因嘛有通啊趁钱嘛，加一块收入。是。这才是电影创新真正的意思啦。对。咱今仔日个特别叫嘉华带咱来，其他所既然叫做金山漫游嘛咱来去找一两间恁甲恁合作的，咱来体验看卖。好啊，看有还有其他什么物件，咱继续看落去。哇，真好！来遮有通泡脚泡温泉，尤其今仔这室外温度差不多10度，体感差不多9度8度，是。你带我来遮有啥物意义？你讲我听。像咱这个温泉，甲你对你来讲意义真大。其实这个很特别，这不是特别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甲大家分享，就是我对于种番薯，有一天啊，阮咧在地个温泉协会理事长，伊就走来找我讲，叫我去加入伊个温泉协会。我讲温泉协会，我讲恁拢开饭店的，阮这种番薯的，敢若无啥物关系？伊甲我讲。我的全名叫做新北市温泉观光协会。你这种番薯，带人来学番薯、烘番薯，这算观光啊，所以你会使来加入。有观光能力。尾后我就加入啊。我自底想讲这个饭店的头家啊，应该就是因为大家拢约来约去嘛，应该是逐工拢是食好料的啦、佚佗啦。结果我是感觉阮去参加应该无啥物意义，但是有一摆去开会了我发现这个头家人啊，因咧讨论的代志拢是金山有足侪特色，要互大家伫遮留落来过一暝。我咧想，这件代志甲阮咧做的代志，毋是共款吗？而且金山有足侪特色的物件，如果若使甲这个饭店协会夹斗阵，大家共同来为这个地方发展拍拼，这是一个机会啊。所以就是做朋友先困斗阵的概念啦。对啦。对。咱这困，甲你的这个过去这个经验，有啥物关系？其实金山有不哩侪无共款的温泉，但是阮咧搭地方的游程的时阵啊，其实有的所在呢是需要经费的，爱钱的，有的是免钱的。像这个所在就是咱公共的，所以大家拢会使来。所以你若讲，比如讲咱的预算有限的，还是讲我干那要像今仔日安尼，我无要洗分区，我干那浸一下脚，其实在这个所在上拄好。毋是钱汤就对啦。对。但是我会记得老师，我细汉时阵来，这竟是白风水呢？那变安尼是污染吗？毋是啦，歹势毋是污染，这是啥物？变做铁泉。这一个故事。咱全世界有6种温泉，金山有5种。这项叫做铁泉啦，咱讲铁泉。铁泉其实别位也有，包括像旧金山总督温泉，伊是包有铁泉、和食盐泉、和硫磺，所以有3种泉是做伙混合的。所以咱金山温泉是足济咱即摆离遮有做凤港。这个社区是台湾全省公共的免钱的温泉浴室同秘籍的所在。因为这个里落3窟，免费的。干那咱凤港里落3窟。落3窟。毋就拢免踮咧厝的洗身躯。无啦，像你住厝洗身躯，拢嘛来遮。你鱼面啊海出以外，就是来洗。伊有骨头通洗嘛。就是因为安尼，所以你讲温泉公共浴室离咱地方有重要无？
因为真重要啊。所以咱有个咱的这个前里长啊，里长的里长，伊就得到一笔经费，伊就讲，吼，这我无来做其他代志，要来使。伊讲，嘿，看我无就过来学一课啊，你听哦，我较侪人过来跑，结果去无拄好啊，因为迄地的温泉的地层学的无共款，你学着无共款的泉质的地质，伊就无共款泉。哎呦，比如讲你学着砂岩，过滤出来就是咱金山做臭味的单纯泉，无色无味，会使煮菜、泡茶、泡咖啡，会使啉的。哦，伊拄好去学着铁泉。哎呦，学着这个迄人阵代志大条啊啦，迄人阵迄遮居民后面拢学去。然后我来政府愈细愈学，就是我马上。尾也无法度，搁改善，搁学，搁查一个距离，原地楼里内底，这你话，好加载，好加载，有法度解决，啊无，迄人阵会用代理遮大包。哦，就是安尼调解出来。对，是安尼，啊，就是讲。咱遮的温泉就是遮的出一种的种类，通啊选择，所以遮你甲看这内底拢做素食便所啦、男女裸汤啊，会拢做素食。啊，而且是无料的呢，吼。会无料的。哦，对。啊，你若说要去有钱的嘛，去有钱的嘛，有通啊处理。哦，更较豪华的嘛，有通啊处理吼。所以你才会对遮开始，因为参加着温泉协会了后，一步一步就金山万年去。对，无错。啊，这种嘛有一部分就是这咱讲的这饭店的大老板，伊嘛啊，我这像这协会理事长啦，伊嘛袂讲有一个门户差别，伊会尽量去牵升阮这地方产业较细汉的业者，啊，大家变做共同来有这个地。大家才会斗气。对。做帮忙才会少年的啦。听讲恁咧金山万游的这刑事力，伊也甲你藏伫因咧宫庙内面的刑事力。这做特别的，因为金山上大的宫庙就妈祖宫嘛，妈祖宫，啊，我做朱河宫，有一工个朱河宫的董事长就敲电话讲，啊，恁做的代志袂歹，我甲你囥喺咱朱河宫的农民里内底，啊，无讲真了假，我头一摆想讲地方创生会使入去内底，结果真正无法囥入。所以咯，吼，所以地方创新吼，无一定会什么方法理论。就是人甲人之间，哦，啊，这少年的得人听，哦，啊，大家会当甲小看成，哦，啊，老师搁甲斗三工，啊，才会当成事啦，哦，但是呢，听讲今日咱搁安排一个去看杜温啊，这杜温啊也是金山的产业哦，对啊，咱头拄仔讲的拢是土生土长的。咱连咪去看，迄个就是为外围啊来金山发展的，所以连外围啊来金山发展，阮嘛是白斗阵牵成，对。这有趣味哦。对。下晡天啊，佫有顿地哦。哦，咱斗阵来看金山的杜温啊。我即摆杜温啊赛是安那，我家己用，啊，佫第二种，我是互农友去使用，我送伊互伊用，啊，但是伊得到的物件，但是像火龙果。我再甲收回来，我找加工厂帮我加工，我再做产品出来。其实主持人讲的都对，是我转来头前5年，我跟他关心一件代志，我要安怎活落去。但是当我稳定活落了，我才会开始去思考，要安尼去互地方愈来愈好。好个。教华个老师，你把他介绍这个朋友，你有小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那个邱颖先生。对。杜温先生啦，吼，你这杜温啦，吼，你先现让咱看，这内面拢杜温啊。是。你先看，来，试看卖哈。哦，你真正了袂啊呢？这算做几年厝的？几年厝的？嘿，怎样来讲？无啦，外大只，嘿。有的是已经成熟啊，已经会使生啊，有的是囡仔。几岁啦？几岁？你上这3岁尔。3岁了。上这3岁就要死啊！系啊。 3年生的啦。嘿，对。哦，这就还袂大汉啊，这还袂大汉。
还袂升值还还袂发。台湾即摆有的抖音啊品种差不多120几种， 120几种，但是有咧饲的，哦，等咧饲的这款差不多有3种尔。啊，我饲的这款是欧洲红蚯蚓，澳洲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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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嘿。我会记得我做囡仔的时候，然后50几档进前，我看迄图啦，遮长的啦，这款的嘛有，台湾的嘛有哦。嘞，嘿，这款的台湾嘛有。抓嘞，嘿对啊，这款的台湾嘛有。哦，只是较少，较少，敢若绝种去啊。嘛是有啦。啊，你拜托，你互观众朋友知，你饲这是要创啥？甲因咧金山万有什么关系？有啊有啊，我即摆做的代志哦，是因为我饲豆粉啊，要食这，你看我食的物件是无共的。豆粉啊食这是啥？这是人无爱滴的地瓜。韩之枪，哦，你系韩之枪嘛？我伊即摆食别人的，我爱滴的韩之枪，我食完啊。领导会拢食韩之枪嘛？我爱滴的歹去的，拢叫我食。我豆粉啊食掉，啊有豆粉啊晒，再来才运用。豆粉啊晒吼，这我就知啊。我昨下才买一包，我来做土用。这个肥料嘛使用啊。做肥料做好对。嘿，啊，所以你也有咧卖肥料吗？我袂使讲卖肥料啦，我是讲摕这款营养的物质吼，植物来植物来使用啦。伊袂使讲卖啦，伊袂使卖哦。对啦，你是安怎袂使卖？我即马有法规，我即马豆粉啊晒是安那，我家己用，啊，佫第二种，我是互农友去使用，我送伊互伊用，啊，但是伊得到的物件，但是像火龙果，我再甲收回来，我找加工厂帮我加工，我再做产品出来。哦，所以发令上你有限制就对啦。对。哦，啊，这唔来帮忙呢，这个想办法咯。哦，所以来你来看，啊，这差不多你安尼在待偌久？待偌久哦？啊，看内底豆粉啊，差不多爱开食。我若是饲豆粉啊愈侪食，啊，才食个愈紧。哦，啊，当然。嘿，对，差不多一只差不多成熟的大只呀，差不多0.3公克尔。啊，0.3公克，逐工伊食的物件差不多接近0.3公克，甲伊体重同款。接近，啊，但是放晒怎么放0.15公克，放一半段。所以我若是放5公斤的饲料，5公斤的食物而已，我上少嘛爱5公斤以上。5公斤以上的。对，豆粉来是才食，啊，一工会使甲出去。哦，所以你这安尼吼，你有估计无？你会当换转来，这火龙果，我唔讲你卖啦，换起来，你安尼敢要安尼敢会负气？会啊，会负气啊。其实我搁一个场啦，就是这是要上课用的啦，我这场是上课体验用的，我5个搁一个场。5个啊，搁一个场。这场就是较垃圾啊，因为就是生产用。真正要生产的用。生产用，然后跟农友做交换的。哦，所以伊的食农教育，甲恁安怎来配合呢？对啊，因为阮就是包到店啊，像我讲话学校有无？伊需要环境教育的课程，伊需要这款生态的课程，啊，阮就会甲到店来包装安尼的课程。啊，像伊还佫足厉害哦，伊家己佫去种迄个暑假甲寒假营队，所以伊家己会去找，比如讲找阮寒季的啦，找阮乌年的啦，找阮遮有诶无，伊家己去斗迄个3、4天的行程安尼。我即马斗5天啊，5天哦。但是你看豆粉啊，会营队，我5天哦。但是我5天去不同的所在哦，有去汪汪地瓜园，嘛有去玉园网，啊，佫有富品家，宾馆佫一个那个远启东啊，不是那个养鹿的，就是鹿语牧场，还有我们这边四周围不一定，我们上次也有去3支专门种草莓，听起来就袂歹呢。阮兜迄只规期塞来，伊只5天，哇，好清幽啊咧。哦，互伊剪这，你看教囡仔的时阵吼，你感觉囡仔的反应是啥物？因为即摆拢都市饲料鸡啊，饲料鸡看到豆粉会惊。会惊。哦，嘿对，我有物件互伊，我有一个奖卡，红仔标，红仔标以前阮咧算的嘛，但是即摆囡仔袂晓算，无要紧，我就当做伊奖卡。你若是有法度摕一只豆粉仔起来，放在手上做观察，我就发2张奖卡。5天了后之后结算，上济的人会使换比较好的礼物。哦，塑胶啊，即摆囡仔饲料鸡看到你唔知啥呀？是啊，就是安尼啊。我真正会惊呢。他来这样子做了。好，阮吼其实吼顶礼拜吼，才去采访咧饲肉笋糖。
黑水虻啊。黑水虻，哦，我迄嘛是专门咧食厨余的，嘛是即体的啦。伊速度比我较紧，哦，迄真正比我较紧。真正真好过。有，哦，真正真好，但是豆呢吼，对咱来讲吼，生活当中较亲切，对，是阮即样的啦。系啊，啊，即摆少年的可能是无法度吼，但是这啊要捡这个屎要安怎捡？啊，规个拢乌乌呢。我内底无土，我内底无土，我全部是你看到的拢是堆，第一届是堆肥，第二届是啥？拢是外地的地瓜。食完之后，你即马看到乌乌的拢是屎，哦，所以这毋是土啊，毋是土啊。我内底根本就无放土。我即款的豆粉啊，会使免伫咧土内底生活，伫内底即款所在生活就会使啊。哦，所以你一开始是用堆肥啊？对哦，第一届一定爱。啊，这堆肥，你有通现咧第一摆的堆肥无啊，因为已经好啊，就免啊。第一届爱，嘿，第一届爱伫啊，第二届以后拢唔免。所以那加了，那加老棒，老棒，嘿对，啊再来过筛。哦，啊再用开那个胎掉。开出来。啊，但是伊差不多，你加工头3年，所以若胎起了，伊个换，嘿，个换别个底啊，落去冲。免，我拆了出来无，下骹落出来的是豆粉仔屎，啊顶管是豆粉仔嘛，豆粉啊，啊还有豆粉仔卵嘛，嘿，啊还有无食完的物件嘛，嘿，搁甲等去继续食。啊对肥，搁继续嘛。对，继续。这真正循环经济。对哦，本来就应该安尼做啊。啊无咱即摆来循环一下。好啊，咱即摆循环一下，摕只豆粉仔来饲只鸡。对啊，唔免饲，放下骹就好啊。放下骹吼。对啊。然后来试看卖。咱这什么药啊？大花咸丰草，恰查某。哦，恰查某。嘿。大花咸丰草来路边足济恰查某。就是这恰查某。所以因饲恰查某就会使。哎呀，袂使啦，这是伊的细修。细修啊，嘿对，嘛是饲料嘛是爱食。细修啊，哈，来咱入来，嘿，好来，帮我对下门。来，食袂食？伊个细汉，唔知影要食这，这唔知影要食，对，啊去内底，较老的，老的才发度。啊，这较老查某啦，对，内底是老的。走，go，哦走，走，开始哦，莫剁我的手哈，各位，大家错事，熟悉哈，还是咩嘛是哒，好，所以他做咱看这涂骹内面拢是。豆粉仔吼，完全无味呢。哎呀，无味。吼，完全无味呢。但是我爱甲你请教吼，你安尼做，这生意敢会当维持啊？我这是我的理念呀，讲真的。当初我是伫酒厂在上班，我是学微生物的，我就觉得应该是要把酒厂的废弃物给它处理掉，我无用堆肥，我用豆粉仔。了出来我家己做，我想讲，我就把废弃物和豆粉仔去食，但是伊的物件再来运用，我就一直想运用在农业宾馆，后来就想到了给因为我跟学校老师嘛有合作，我们也去检验豆粉仔来的应该说菌的成分，我们有2700多种微生物，但是却没有人类致病菌，所以我用咧给宾馆嘛无问题，对我嘛袂吵，我就想把这个理念给大家讲，所以我想要讲做看卖，伊讲这会趁钱吗？你嘛唔是本地人就好啊！你嘛唔是本地人啊！是我唔是。那会走来遮啦？因为无所在好去啊，因为我住在泰山啊，泰山无地啊，无农地啊。嘿，听教话讲你本来要倒啊，要收啊呢？本来要收啊，因为真正动诶，我都动，因为一直换用起码出来12年啊，用出来12年啊。进前做豆粉仔屎，结果法规即摆真正小济，无突破，无突破。了就做种有机。有机菜我嘛种过几落年，但是只若是无够大，你嘛无法度啊，无法度饲某囝，对无？了我改做食农教育，做到即摆，食农教育差不多做6、7年啊，到即摆。哇，这辛苦呢！但是嘛好佳在拄到因这阵人吼，对，外地才变安尼吼，所以你即摆伫5股，搁一个厂，就5股一个厂，一个厂，对，所以当咱会使讲算做稳定啦。
要袂死啦，要袂死啦吼要袂死啦，但是爱真辛苦。对哦，但是做食农教育对你来讲是有意义的。有，你安尼有想讲，安尼继续行落去，你应该爱安怎来发展呢？其实我是讲，因为这个地有无，是我上大的伤啊吼，我像你讲啊，因为这地我用做的，若是要收回去，我就真正是无法度啊。我就想讲一个稳定的所在，我想要甲扩大空间，因为伊会使做，我会使做一个示范场，互大家看。但是即摆就是一定唔敢，因为因光做改啊。你听讲你人家名庙3000，你5000安尼。5000啊，一届拢开8万，安尼就无法度开。观众朋友啊，你若在睇吼，咱这吼少年的想办法吼，伫遮吼大海岸所在，你若有地吼，若较好心的，会当来处理，啊吼，这金山漫游吼，这偌济人呢，来个遮在做地方创新呢。是啊。哦，你看这鸡仔呢，哇，食甲呢，我鸡仔无咧惊人哦，你看。哇，哦，袂惊人呢，袂惊人，你看。哦，佮互你摸呢，啊，佮会使甲捡起来啊。佮你按摩呢。嘿啊，佮会使捡起来啊。有无？哦。但是这就是实用教育的一部分啊，因为鸡仔囡仔无摸过，你看，你来摸遮。哦，是个哦，有烧哦。哦，佮有体温呢，有烧哦。真赞呢。啊，鸡仔佮无喙齿，啊，叫囡仔摸遮。这是素囊，有食饱无食饱，食饱无食饱，摸这粒。哎，这胃啦。哎，啊，佮有遮，啊，人讲啊，咱台语的素囊就是筋啦，筋啦。啊，人讲母鸡无支管，无所嘞哦。有啦，那无，无所嘞哦。愈老愈大。哎呦，你会动我的手啦，哎呦，拜托。哦，好啦，无啊。哦，放去去通家了啊。哦，感谢呢，今日吼来遮看这外地少年人来遮金山漫游，实农教育，哦，度那使啊变做一种生理呢。啊，希望哦有心人或者是咱遮亲戚朋友哦，大家会当共同来想办法，哦，这种实农教育会当叫来扩大。是。哦，咱有一日咱看到咱实农教育哦，更加普遍。是啊。世界万能台拢伫咱台湾新干界。咱今仔日吼漫游金山，哦，啊，头拄也去看迄个图文，哦，但是呢，即摆坐了3位吼，这是咱金山漫游的主要的成员，啊，佮有其他的同事啦，吼。对。嘉华，咱免去介绍啊，吼。咱这位郭老师，你甲咱讲下，你的角色是啥物？我最主要就是地方，因为较早转来故乡，啊，对地方的人文历史、产业文化，有一点啊淡薄仔研究啦。啊，你去客气啦，嘛淡薄仔臭屁啦。啊，所以你地方包括像人甲人，吼，啊，产业甲产业，咱你整合上会较方便啦。啊，大家拢加减有熟，啊，咱嘛无做啥物歹代志。太巧的无啦，讲巧了，无咯，即摆是这些 good words。我2018年嘉华是我的国小的学生。哦哟！虽然我是教美术吼，啊，伊美术算上差的啦，但是伊咧商业是足专业的。嘿，啊，我看伊咧甲我笑讲，啊，无咱来成立这个北海创新漫游这个代志，因为以早吼，转来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无人，尤其有遮专业的人出少，所以我一声我就甲答应啦，啊，就开始按2018年一直咧推这个代志，啊，所以我的角色应该是最主要是做地方整合，啊，地方的DNA 的研究。调查啊，规个整合起来安尼。是。啊，这位你甲咱自我介绍一下。你好，我是伟志，我嘛姓郭。哦。我叫郭老师，叫阿姑。哦，是。啊，你的角色是啥物？因为我10岁就对金山去日本住。住到我高中的时阵，高中搁去温哥华学英语。大学搁转去日本读大学，啊，就一直伫咧日本做工课安尼。所以讲我会晓讲日语甲英语安尼。这部分就是用我家己的这个语言吼，来甲外国人讲咱金山其实足水，这个好所在吼，甲大家
讲叫因爱来金山耍安尼。所以你的角色是负责吸引着外国的人客。对，嘿。啊，你是安怎用什么管道、用什么方式，还是什么场所、什么情景来对因讲？我有用一个经营一个 IG， 顶悬我有翕金山的阮港口啊，阮山啊，这个相片啊，加我日语的文吼，啊个英语，啊就写讲阮金山是个好所在，偌水安尼，啥物好食。所以你主要是透过 Instagram 平台，嘿嘿嘿。这个物件吼，恁的整合的过程当中吼，恁拄着上大的困难是啥物？那有心有志要来参与着这电影创新的人，伊必须要家己自我想要觉悟啥物代志。譬如讲，落地爱堆棚子，譬如讲，就袂当分你甲我。你若要做好的人，你就爱较有量的，是啥物先？我毋知。你讲看觅。其实主持人讲的都对。其实我转来头前5年，我敢若关心一件代志尔，我要安怎活落去。是。所以其实我本业啊是种番薯，是做番薯才会工作。但是当我稳定活落了，我才会开始去思考，要安尼去互地方愈来愈好。所以当然，伫这一开始，咱坦白讲，伫这个过程当中啦，一定爱开钱。所以伫不管是北海创新这个论坛，还是伫杀金山万有这个品牌来讲，其实头几年啊，其实我嘛家己留足侪出来。过来第二件代志就是，当阮咧想办法互伊趁钱，所以我常常对外伫演讲的时候，我嘛讲一件代志，讲吼，要互金山万有这个品牌趁钱，这件代志足重要。但是金山万有，因为伊无家己的产品甲服务，所有的产品甲服务拢是甲地方无共款，整合起来。所以金山万有赚的每一箍银哦，伊的条件是啥？先互地方合作的业者赚到钱。所以你有安尼有哦，伊才有法度慢慢行落去。过来，主持人嘛讲一个做重点的代志，好康的做侪好康的，你无法度为家己的公司去，你颠倒爱杀出去。所以像讲做一个好代志，阮的地瓜园无法度接，你一定要为外口先杀出去。你若讲好康的拢为家己公司去，这件代志袂行。所以你像即马做一状况，你大家慢慢发现讲，阮互地瓜园迄个声愈来愈细，互伊的能见度愈来愈细，因为伊已经活落来，互伊家己行家己的路就会使。颠倒反倒过来是，互这个品牌大，伊就会使带动地方的发展。所以有量这件代志嘛要做重要。佮第三就是吼，有当时啊吼，就是地方有无共款的势力啦。你袂使讲啊，你无认同我就不会插你。所以有当时啊吼，咱爱较巴结的，爱较高价的。因为你无一定爱认同我，但是你嘛莫甲我乌空我掉。安尼你的代志就会使慢慢行落去。这是这几年。蛮好吼。对，这几年的心得安尼。老师咧，尤其老师你的角色，你是退休人啊，吼。人有人讲啊，你规工好饱，你当然无这个压力啊。你如何要有少年人像你是招家己的外甥仔来啊嘛？吼，如何要来克服，或者是讲咱金山万有嘛有少年的这个同事，你如何互因安尼产生的这个热情？讲来遮有前途，会当活落来。当时教化你甲讲这个代志，阮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爱有法度趁钱，爱有法度互人转来，甲娶某、甲生囝，活会落去。所以阮家己嘛是共款，阮自按30几年转来，迄当阵其实环境条件拢足歹，要生存是困难的代志。有真济转来，搁点点走出去，也真济，因为搁失败。所以教化你甲我招的原因，我是看到伊伫商业的专业，过来伊家己本身地瓜园就做生钱，所以伊有伊的经验，我会感觉讲趁钱最重要，会当趁钱，会使趁钱，所以经济概念伊较有，所以我一直咧甲伊学这个代志，真正啊，这是真正。所以有当时啊。就是地方少年人转来，其实有当下，咱是感觉足好，但是伊活落去了，迄是做有基础的条件。所以
建立这个基础的条件，就是你创生甲漫游这两个部分去建立起来。我看到的真侪少年人入来，甲单那走出去真少。做了有成功的嘛真侪。有当时甲伊开讲，伊感觉讲，你这个团体还是你这个合作的方式，因做了真好的物件，有一点仔成就。伟志，你的日本的经验也好，还是讲这个 Vancouver 的经验也好，你感觉这个电影创新你未来，你会当行更加发展什么角色？我转来较单吼，是感觉讲，金山因为观光区嘛，拜六礼拜正经是较无闲，毋过拜一甲拜五吼，正经拢做少啦。咱遮做食的嘛是中昼，若无就买阿嬷，小可有人去外口食安尼。拜一甲拜五的时间，我会想讲，因为日本有做者convention， 就是讲国际会议。做侪人度假会议啊，度假会议安尼，这就不管是拜六礼拜，其实是拜一甲拜五，搁较无闲，会使开一寡医疗嘛是好，还是讲电子业嘛是好，来看会使去台北开会，顺便来金山做一个企业旅游，一寡。日本啊是外国这概念是讲你去东京开会，但是游车去甲箱根去泡温泉，去热海泡温泉，迄种概念。来若是会使来咱金山的话吼，这嘛是一个机会。金山啥物拢有，啥物拢有，毋是讲我是百货公司，是山甲海，而且呢。真可体，这真可讲喙可手，内遮会当好徛起，会当大，会当来理解来欣赏，这是金山漫游这个品牌上重要的意义。咱今日真欢喜三位来咱坐落来讲，而且提供遮经验，尤其在电影创新，甚至对着电影发展有想办法要理解的人，会当提供遮经验，真。欢喜三位，感谢。世界万人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今日金山漫游，继续来去全台湾、全世界来漫游。